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睇嘅係康怡花園 B 座極高層嘅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497尺，單位係全新裝修，即買即住。同埋呢個單位係極高樓層，鳳凰樓層，好高私隱度，望到山景海景。康怡花園好少單位可以做到望到山景同埋對面九龍獅子山景。咁先睇下個景觀先啦，可以睇到成個鰂魚涌嘅景觀啦，再睇埋郵輪碼頭啦，同埋對面獅子山。咁康怡花園有個好處唔會望到隔離單位客廳睡房，咁私隱度係好高嘅。業主特登裝修咗係可以擺到一個6人嘅飯台啦。咁亦都因為康怡花園嘅廚房間隔問題，咁業主特登將個雪櫃擺咗喺廳度。咁令到廚房空間會更加闊落。客廳闊度有9尺闊，特登業主專程買咗一張貴妃椅啦，咁可以爸爸媽媽同細路仔一齊食完飯喺度睇電視嘅。咁單位景觀開揚，睇下電視又可以望下遠嘅景觀，咁對眼都健康啲。業主係連廚房都全新裝修，咁可以見到抽油煙機、櫥櫃，甚至洗衣機啦，焗爐啊，特登做咗個入牆焗爐嘅業主，全部都係全新啦。咁頭先講過個雪櫃咧，業主係特登擺咗喺客廳，咁令到廚房可以活動嘅空間更加多咯。洗手間有埋浴室寶啦，而熱水爐後面嗰個煙通咧，業主亦都特登搭棚換個新嘅，咁所以新買家一入嚟真係完全所有細節都唔使擔心。咁先睇客房或者細路仔房呢一度咧，係可以擺到單人床、3尺床啦。咁亦都另外再有足夠空間擺到一個4尺嘅衣櫃嘅。主人房業主係度身訂做咗一個入牆衣櫃啦，有4尺闊。咁業主已經做好晒衣櫃位啦，咁新買家只需要買一張5尺或者5尺半嘅床Queen's Bed， 咁就即刻可以入住。單位而家已經交吉，係歡迎約睇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公司電話或者喺我哋公司嘅 Instagram 留言。康怡花園 B 座嘅好處咧，佢一落街就係 van 仔總站，去到鰂魚涌地鐵站或者康怡商場。